科技改變咗我哋嘅生活，諗下我哋而家點樣使用銀行服務同埋安排我哋嘅假期。我哋仍然需要依靠專業人士，但係有好多嘅事務，只要用我哋嘅手機、電腦同埋應用程式就可以輕而易舉咁樣處理。只要舉手之勞就可以妥善管理，有邊個會唔中意啊？呢個正係醫療保健要達成嘅目標。而家我哋已經好多時自己處理簡單嘅健康問題，例如先請教親戚朋友。但係如果想更加安心，通常都要去睇醫生或者去醫院求診。而家就唔同啦，我哋而家有好多方法可以即時獲得好實用嘅健康資訊，其中包括一啲超乎理想嘅工具同埋服務。不妨參考下 BC 健康連結 HealthLink BC。BC 健康連結係一個1星期7日、1日24小時嘅服務，目的係幫助病人，包括我哋自己，有更大嘅能力去處理自己嘅健康。首先由 BC 健康連結嘅電話服務開始，當你打811，你就即時連接到一個健康導航系統，馬上將你轉駁到你需要嘅專家，例如護士、藥劑師同埋營養師。呢啲專家全部經過訓練，可以用130種語言，透過電話處理問題。諗下，如果你嘅 BB 喺半夜發燒，呢個服務會幾咁有用？除咗唔使去急症室，你仲有一個健康專家即刻幫你喺屋企透過適當嘅治療解決問題。網上方面喺 healthlinkbc.ca 有數以千計經過醫學認證嘅資訊，其中包括健康專題、測試同埋程序等。你可以查下病徵，搜尋本地資源，學下點樣維持健康嘅生活方式，甚至電郵營養師諮詢意見。呢啲正係一個患有食物過敏症嘅細路，佢媽咪喺焦慮之下做嘅嘢。佢上網同一個營養師聯絡，佢哋一齊為個細路制定咗一個營養餐單。而家仲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好多相關資訊，透過地圖標示功能，你甚至可以揾到最接近你嘅醫院、診所同埋藥房。當然，你仲可以隨時喺就近嘅藥房取閱 BC 健康指南 BC Health Guide Handbook。呢本手冊可以幫你解決190個常見嘅健康問題，非常方便好用。事實上，BC 好多省民因為喺美國冇當地嘅醫療保險，為咗避免去醫院，一直都有使用呢本指南。你睇，呢啲全部都係非常好嘅服務。喺卑詩省811每日都幫助大約1200人。至於 healthlinkbc.ca 每日都有超過1萬瀏覽次數。呢啲服務能夠幫助病人自強不息，提升到一個全新水平。支持醫療保健最大未開發嘅資源，其實就係支持我哋自己。卑詩健康連結，一個值得我哋關注嘅聯繫。